么？负1、负3、负3，所以来这个有一个 P 点，它叫做1、2、负1。好，1、2、负1，它要对于这个平面的去做一个同一线的路线，会呈现叫做分，所以你就这样子直直的往下流下来，然后对面，那底下这个点呢会是我们同一线的路线，好，走下来，那跑到对面的这个人呢就会是同一线的叫做分，叫做分。
往下，再往下，来点加上方向，所以是-1减 t， -1减 t。写完不急着往下写哈，请问 M 会在平面上有观察到吗？我说点在这个图形上，表示你可以把它干嘛？点在图形上可以把它干嘛？所以可以把它带入你的平面里。所以说来假设完马上就带入平面，X 帮我带上1加2t。已经算完了吗 ？t 是-1 ，OK， 那-1带回去给它，所以这边会是-1，然后带回去这边会是0，最后这里也会是0 ，OK。那我跟你说过吼，这个是投影点，那我要找对称点的时候是用走路的就好了，对吧？用走路就好了。所以来，你帮我看到这边哦，我们 M 点的部分它会是-1 0 0，有看到吗？那我要往下走，找到 n 的时候，来用走的-1， 1到-1是减2，所以再往下是要减2，所以来得到的会是-3。再来2往下走，变成0是减2，再说一次哦，2往下走到0是减2，所以往下也要做一样的事情，跟着减2叫做-2。用看的，你不用用算的，好不好？来-1到0是加1。所以往下是也要做一样的事情，也是加1，所以答案出来了。用走路的去看它，好，用走路的去看它。来，你帮我把补充教材拿出来。刚才有放一份补充教材，你帮我把它拿出来。动作快哦。刚刚这一份拿出来。有没有人没有拿到？